大家好，歡迎參到咁一連9條片咧，就介紹晒所有觀塘線啲堆車站之後咧，即係冇橙色嘅車，紅色咧就九龍灣同旺角，橙色係冇嘅。咁黃色就由油塘、黃大仙，綠色就係樂富、紅石硤尾，藍色就藍田彩虹，咁青色嘅就牛頭角，何文田，淺藍色就九龍塘紅黃埔，咁紫色咧就太子，灰色油麻地，咁就介紹荃灣線噶啦。咁荃灣線咧就要介紹，好似一個，如果咁睇咧，就係似個 P 字啦，似個 Q 字啦，跟住喺呢度啦，咁你遲啲要延伸到炮台山，咁延伸一個站，原本想延伸一個站嘅。咁好啦，咁今次呢一堆觀塘線嘅車站展覽咧，就介紹嚟呢度。咁下次咧就介紹荃灣線噶啦。咁好啦，咁中意呢條就係咁先，拜拜。